25年10月17號晚餐整呢個薯仔，就係整薯蓉、五香肉丁，加埋菜，加埋葱，又整翻少少啫，又係用刷乾淨佢，嗰個係廚餘葱頭。OK， 刷咗10分鐘，乾淨晒。OK， 切晒，加咗少少鹽，菜剪碎晒，煮埋佢，跟住菜頭廚餘，抌埋啲菜落去，煮咗4個字度啦，已經開始腍啦，可以隔水。OK， 有啦。OK， 夠肉啦，加咗胡椒粒、鹽、芝士粉、葱，再用埋奶，開火撈佢一陣咁就得啦。OK， 撈幾分鐘就得啦。臨尾再加多幾粒五香肉丁，搞掂。睇下夠唔夠味？弄埋啲啊！又落奶都得，你之前整好似係用牛油啊嘛。香啲咯，滑啲去。應該用奶都得，其實。